Hello，劉生你好，係你好，好開心識咗你幾耐啊？都成半年到啦，係咪啊？咁就你早期嚟我哋公司之前咧，你個情況係點嘅？早期嘅時候，其實我就之前做織髮嗰啲嘅，咁即係你發片嗰啲啦。每次洗完頭揭開咁樣都其實都見到啲頭髮都好稀疏，係好薄啦。咁你由幾時開始脫髮嘅？其實20幾歲開始啲髮線都開始慢慢係上移。甩咗幾多年啊？大概都成20年都有。都20年啦。咁你都算好早期開始甩，後生啦，偏後生啦。係。咁就開始甩嘅時候甩邊個位置度啊？開始就個額頭髮線嗰度開始越嚟越少啊。咁劉生你呢種就係M 型禿啦，第4期 M 型禿。咁啊，通常都係首先就 M 至額慢慢向上褪嘅，又褪到某個位咧，佢開始會停止脫嘅。咁啊，由個頭頂開始脫。咁啊，通常到第4期咧，頭頂都開始慢慢薄噶啦。咁就你用咗我哋公司 product 大概幾耐度啊？開始見到效果啦。見到效果就其實都快嘅，2-3個月都見到有。個效果係點解咧？開頭就見到開始有啲毛毛咁樣開始生出嚟，咁嗰個額角開始就冇之前咁入咯，咁高咁。如果 M 字額高都太高都好難遮嘅，其實早期應該遮到嘅啲頭髮，係慢慢去到後期就好難遮嗰啲頭髮。係啊，好啊，咁就到而家呢個情況點啊？依家半年係啦，依家就都慢慢都有啲進展啦，咁起碼都好過之前好多嘅，都幾明顯咯，見效果。係，好，多謝你劉生。好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，又想追蹤全球最新生髮技術，記得撳下 subscribe 同埋通知鐘仔，有最新影片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啦。